哈利路亚，阿门。上帝听甲伊的信息伫咱的中间，阿门吗？阿门。伫圣经内面有讲，每一日会早起拢是新的，因为天父上帝伊的信息充满伫咱的内面，阿门。所以咱会当来到伫圣殿来敬拜主上帝，拢是有福气的，因为伊用伊的信息来恩待咱，阿门。阿门。这是无需邀请咱起立，咱备办咱的心要开始，今仔日咱会台语的敬拜，嘛邀请伫直播顶悬诶兄弟姊妹，也会当甲咱的现场共款徛起来，咱会当伫你的厝诚做一个奉献敬拜的祭坛。请咱将咱的双手来举起，咱要敬虔来邀请圣神伫咱的内面来做工，互咱今仔日伫遮敬拜，互圣神来充满，哈利路亚！咱做伙同心来讲，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圣神，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阮欢迎你大大充满伫阮的内面，互阮的心完全交伫主你的手，也互阮的重担一切拢放开，因为主你是阮所交托的主，主你的确将阮所有的一切为着阮来解决。主，阮感谢你，因为今仔日早起就是阮要奉献给上帝你，阮将阮的歌声，将阮的心献伫你的面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是咱要用书读圣经，书读圣经，咱做回来告别咱的信仰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阿门。咱来甲咱的隔壁的兄弟姊妹，咱来甲伊讲，咱的敬拜，咱的娱乐，是要大大充满上帝快乐。来，咱的敬拜，咱的娱乐，是要大大充满上帝快乐。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咱拢来咱的耶和华来唱歌，因为伊最大，配得咱的娱乐。阿门，阿门。咱做伙来唱歌娱乐咱的上帝。我就我，路亚。
续来献上咱的学乐，互咱的上帝。多用伊的福音，是咱的福音，阿妹。上帝，归互咱的耶稣，感谢伊的爱，互咱会使伫这个所在来敬拜学乐伊。咱做伙来献上咱的至关的学乐，至关的敬拜，互咱的上帝。我一摆来对咱的耶稣讲，将阮的性命献互咱的上帝来用，阿免。献上生命，予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有你稳定，予我会当服侍你，你的竞选。
来军队里，咱会当军队主耶稣的百姓是何等的福气。总是要有最人也阁唔捌听过福音。咱这个时咱要为着这个也未听过福音的人，咱是不是对因有一个负担，就是愿意为着因来祈祷？咱伫顶礼拜，咱有街头报道，有参加街头报道，请举手一下，哈利路亚，阿门，阿门。主耶稣讲，恁着去到各所在传福音，将因带回来到伫耶稣的内面。顶礼拜咱永光教会就做这个街头报道，咱隆重接触838个这过路的人，咱行活去甲因传福音，然后咱念咱的福音卡互伊听，总共有213个愿意伫遐对咱念，领受上帝的祝福，佮愿意伫遐认伊的罪悔改，来决志有213个，阿门吗？这是咱一个真大的突破。
主爱咱出去，爱咱出去，这路的过路人来甲因传福音，甲厝的人传福音。亲爱兄弟，这800几个，因接触到213个愿意来决志，咱是毋是愿意继续来为着因来祈祷，互因紧紧倒来到伫主耶稣的内面，来领洗礼，成做伊的家子。阿门吗？阿门。是，即马已经拢总成熟啊！主讲，恁着去挂丢啊，互咱会当为着耶稣基督上帝国来修成做做。阿门。咱为着咱即礼拜街头报道接触800几个人，以及210几个人的决志，咱举起咱的正手，咱为着这个来信主归地主，咱开声来祈祷，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讲，你不愿一个人沉沦，你要爱人人拢会当得救。主，当我领受这个属天的救恩的福气的时，主啊，我有迄个迫切、迄个热诚的心，要将这个福音会当紧紧来传出去，通好迎子耶稣你来到地面上。主，我感谢你，透过这个大卫牧师，荷兰的大卫牧师，因夫妻来到伫遮。将因伫遐传福音的好的经验来带到伫阮永光教会。主啊，多谢你赏赐阮这款的恩典。主，阮也多谢你，感谢你，互阮的小组长，互因有这款真正热诚的心，迄款牧养的心，带着这羊、这的组员，加入到伫这个街路，伫遐勇敢来传福音。虽然有人无爱听，虽然有人拒绝，总是主你讲，当阮将福音传出的时阵，这就是阮毋着主爱做的。对方伊若毋接受，主这个福气就临到伫阮的心上。主啊，阮感谢俄罗你，阮特别为着这800几个，这213名决志的，主这800几个，毋管伊是伫什么款的情形内面，主啊，既然互咱这的永光教会兄弟姊妹所接触的，因就要有迄个印象。搁要有领受，就是这个机会来到伫因的内面，在213位决志的，求主你的圣神踮伫因的中间，主你要提醒因，要伫因的心门内面来拍门讲，主你要入去，要伫因的内面，主啊，阮将这个交伫主你的手，因为主你讲，当阮为着因祈祷的时，你的应允。你的救恩就要临到伫因的中间。愿俄罗主，愿俄罗主，因为你的快乐是大，你的能力的确临到伫因的中间。阿门。俄勒的仆啊，下跪，互咱的主耶稣，哈利路亚！请坐，请坐。这是咱要来
领受圣餐。兄弟姊妹，咱备办咱的心，咱要来领受圣餐。主要说讲，既然是信伊的，伫教会来陪餐者，已经领洗礼，拢通来领受。主要讲，伊讲，既然劳苦重来，通来就近我，伊就要互咱得到安息。主要说也讲，伊是活命的饼。就近伊的决断袂枵，信伊的人决断袂喙焦，就近伊的人，伊就无气杀伊。阿免吗？阿免。所以主伊将伊的救恩来互咱，咱会当伫遮来领受，透过圣餐，咱搁一摆甲主的约伫遮来坚固，嘛少年耶稣基督为着咱的罪，钉死伫十字架，也为着咱搁活。咱领受圣餐是照着保罗对耶稣所领受的，伫主耶稣受出卖的迄一暝，耶稣伊甲伊的学生，然后伫迄个圣餐的内面，耶稣就摕饼祝谢掰开，耶稣就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捧起杯，伊讲：这是我甲恁所立新的约，是用我的血所成的。当恁啉的时，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逐摆恁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同心来祈祷。主，阮即时照着你的名设立一个圣餐，阮要纪念你，因为你为着阮所受的苦楚，为着阮所流的宝血。阮得到医治，阮得到平安。主圣神，你即时也洁净遮的，互阮所啉所食的，来甲耶稣基督成做一个结连。主耶稣基督会溃烂，伊的丰盛，主耶稣伊灵伫阮的中间，来成做阮一生行伫即个真理道路的溃烂。感谢俄罗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要请咱的长老，咱要来服侍。当咱摕到这个圣餐饼的时，请咱用咱的心先祈祷，感谢主耶稣为着咱拍破伊的身躯，为着你的罪，伊牺牲伊家己，互咱得到永远的活命。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福气伫咱的中间。咱摕到的时，用感谢的心来祈祷。
咱是毋是拢有摕到咱的圣餐？若无会当举手者，咱会当同工来互使，拢有吼。好，咱伫咱的上顶悬有一个白色的膜啊，咱要来甲伊掰开，来甲迄个饼甲伊摕出来。来先，咱来领受即个饼。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咱来领受即个饼。第二个是即个蓝色的膜啊，咱慢慢来甲伊掰开，较袂溢出来吼，慢慢甲伊掰开。食了后，主旁边讲：“这是新约，是我甲用我的血甲恁所立的。恁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咱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请咱同心来祈祷。主，多谢你为着阮诚做活的祭，但阮也要讲，因为阮白白对你领受，阮也愿意将阮家己本身献做祭，互主你来用。主，阮感谢你为着阮，互阮会当伫主你的内面有分伫属天甲永远的福气。主啊，感谢你对阮的听，阮今仔日所领受。主你的身躯，主你的保护，感谢你赎回阮的一切。大主啊，你也来带领阮，互阮伫一世人的道路。阮知上帝你是阮的天父，耶稣基督是阮的救主，圣神是阮的保护师，互阮会当行伫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内面，行伫真理，互阮诚做上帝你所欢喜的，做逐样的事。拢会当荣耀上帝你的名，伫你的面前，安尼感恩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上帝祝福伫咱中间，阿门。这时，咱要来请咱的月儿姊妹，伊来见证伫顶礼拜迄个街头报道传福音的一个伊的经历。来鼓舞咱大家，咱用捧仔声来欢迎月儿愿母姊妹月儿。牧师兄弟平安。我今日要来甲大家分享，顶礼拜我给街头布道的一些诀窍。我们到今天，其实我还在享受迄天迄个欢乐的、喜乐的一个气氛当中。因为我感觉咱是分享祝福，所以我心内嘛无惊。所以咱当咱拄着拒绝的时阵，咱嘛唔要害怕。因为上帝赐予咱是刚强壮胆，永不畏惧的心。我们只要大胆的传讲神的福音，来分赐给身旁的每一个人，因为这是上帝予咱的大使命跟大诫命。我当然嘛是有予人拒绝，可是我就是敢若亲像大卫牧师娘伊分享的。人行到倒，伊拒绝到倒的时阵，我就一直缀咧，一直甲伊跟对。当伊拒绝的时阵，因的骹步实在有够紧，我就安尼拍死命。好佳在我是有连结，所以我就唔惊，我就一直甲伊跟对。我拄着第一位我有总共有4位决志的朋友。第一位决志的朋友，伊嘛甲我讲，伊嘛是甲我拒绝，伊讲伊身旁的朋友都是基督徒，我就很大胆讲，安尼你有受洗无？
伊讲无，我即马我甲你讲，我有一个足重大的代志甲你讲，上帝要祝福你，伊嘛要祝福你的家人，伊嘛是甲我记住，为正面行到倒面，我嘛是安尼照甲伊讲，好佳哉，感谢主，感谢主，伊拢互我点点的听我讲，伊嘛做认真的听，感谢主，咱有讲福音，还有祝福在他的家人。告诉他说，耶稣爱你，也非常爱你，爱你的家人。那第三个第四位比较特殊的就是伊是基督徒，伊甲我讲我是拜拜的呢。我歹听，我歹听，伊嘛甲我讲我做者。我讲不要紧，不要紧，你知影上帝上爱你，最重要的时阵，上帝上爱你嘛，爱你的家人，安尼伊就平静下来。伊嘛甲我讲，伊嘛回说神爱世人。我感觉我足感动诶，神爱世人居然是从拜拜的他们的嘴中来讲出来，所以神会感动，只要我们传，神会动工，会祝福在每一个人的家庭当中。我嘛是带着我会跟他讲说，我们教会有很多就是培育的课程，不管你的家孙啊，或是年长者，都可以带来咱的教会。囡仔来教会是永远袂变歹的，你就放心交互上帝，就是安尼就对啊啦。佫是佫拄着一个决志的，伊当我甲伊讲，我嘛讲第一个，第二个时阵，我讲你敢有确定你的在地球上最后一刻的时候，你确定你能够到天堂吗？伊嘛一直走，可是伊听到这句的时阵，伊停下脚步来，安尼代表伊有咧思想。伊嘛无确定，伊是毋是后摆会当去天堂呢？这就是咱上好的机会，咱就把福音告诉他，他以后就会一定会。当你信主的时候，你得到永生，就是一定会到天堂。只是就是我们不断传讲，我们就不惧怕。就是当我会别人拒绝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困难嘛，伊嘛是一直行，可是我就是无放弃，我嘛是第一行，一直行，行到做工，敢咱遮到上尾啊遐，我就一直走，阮的小组的人员我拢无看到啊，以后阮小组的人员讲，月儿安尼一直缀人走，咱就是军队，咱就无害怕，有机会就是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刻，所以拒绝的时候我会跟他讲1、2，我说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随时呼求上帝，上帝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你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也成为家庭的一个祝福。感谢主，我们也要在这里宣告，我们8月4号所有决志的朋友，因拢是因的心拢是好土，相信福音的经济一定会千根。因的心会当发芽。上帝，罗马书10章14节说：无传道的是要哪听见，无听见的是要哪信伊呢？所以，咱是神上拣选的，嘛是奉差遣的，咱就爱传，不要怕，因为神会动工。因为我来信主也是米迦传的福音，他若没有传，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承认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那马爱宣告，所有决志的朋友，耶和华都是他的产业，是不是啊？对，谢谢主，神是给我们真的是永不惧怕、刚强壮胆的心。我们要充满喜乐，那么是乐传福音的天使，对不对？因为咱的传福音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我们有了这个福音卡，我们就不害怕，随到随处我们都可以传，简单容易又可以上口。我们要可以借取我们的地利之便，可能你来邻舍当中运动的时候，在职场上面拢会当运用，因为咱嘛爱宣告讲，咱基督徒所到之处，都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所到的地方也是要成为祝福。我们咱那讲做济人的祝福，感谢主，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神。谢谢大家，这是我今天的分享。
哇，感谢主哈！多谢上帝，互咱真正会当为着福音勇敢来踏出去。不但是月儿尔，我相信前礼拜咱有200人做伙参与伫这中间，有真侪人有真好的感动。咱嘛期待逐礼拜有人来做见证，将这个好的消息继续这个好的成做咱永光教会一个习惯，传福音。就成做一个运动，阿门。好，感谢主的恩典。好，咱举起咱的只手来，咱要来宣告哈，来。好掉了 ，OK 吗？好，来，咱做伙来宣告来。圣经是我生命的宝藏。人生的灯塔，快乐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百倍，喜乐满满。我有属天价值，活出美妙。阿门，阿门。感谢主，上帝的话语是真做咱的快乐的源头。咱会当活出美妙，这是上帝所应允的。我相信这是咱每一个所期待，也伫心内面，咱绝对会当去领受。今仔日早起，咱透过这段经文，牧师甲咱做伙来思考一个基督徒得胜的一个秘诀。基督徒得胜的秘诀是啥物？咱读的哥林多前书是保罗第2次报道宣教的时阵，伫迄搭遐有一个真好的一个结果，就是伊透过马其顿的呼声有无？然后进入到伫欧洲的所在，伊就传到雅典了后，来到伫哥林多，牧师甲画一个，哥林多了后，伊个转去到伫托尼基继续去到伫以弗所的所在，这就是保罗第2次传道的时阵。然后咱就这张图更较清楚，咱会当看见，伊对特罗亚，来到伫菲律比，第1站，然后到帖撒罗尼迦，然后就过来到伫雅典的所在，伫个雅典了，过来到伫哥林多，这是咱今仔日所看哥林多的这个所在，这是真特别，伊伫即搭遮有1年6个月，伫迄搭遐，所以既然是有伫遐1年6个月传福音，就建立了哥林多教会，所以后来伊到哥林多教会1年半了，伊因为有人会迫害，伊就转去到伫以弗所，然后伊伫以弗所有3年，要到第3年进前，伊有听到哥林多教会有写批互伊，也是有人对遐来，在讲哥林多教会的情形，因有对信仰有真侪的无了解、怀疑，嘛有对外来遮的学术，也是讲其他的宗教所带来遮的一个质疑，然后保罗就伫以弗所伫迄搭遐来写这张批，叫做《哥林多前书》。所以咱大概就知影，这是保罗传道理的时阵，伊所行的所在，也伊写批，咱看伊所去到的每一个所在，伊拢关心迄间教会，继续来，互即间教会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牧师甲潘牧师阮去到伫即个所在的时阵，后来有去到伫哥林多的古城。等下咱会当看到相片。前届我回来时阵有互咱看，我相信咱拢袂记住啦，对无？佮看一摆咱就知。然后有哥林多是一个真重要的城市，毋过哥林多有一个真歹，就是足侪神明，足侪庙子，所以是一个神泛滥的所在。然后哥林多佫有一个，阮有看到去到伫迄个卫城，就是保护上界悬的所在，因有建立一个城堡，伫迄搭遐就成做一个卫城，然后遮有一条河叫做哥林多运河，顶面遐就是哥林多湾，大概即个地形是安尼，互咱来了解，咱就会当看见上界顶面遐，迄就是卫城，就是保护这个城镇的一个城堡，然后
阮去到就去咧到伫迄个城堡迄搭遐来看迄个情景，吼咱看见的倒手边遮，迄就是哥林多湾，吼，迄就是海港，遐是一个生意真好往来的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城市，然后我甲潘牧师，我们不约而同就是伫迄个卫城的顶面，伫迄搭遐浸泡浸没肃庆去孝念咱的先人保罗安怎传福音。求上帝将迄个传福音的热情运输互阮，嘛运输互咱的永光教会。上帝听咱的祈祷对无？互咱教会佫有新的传福音的方式，咱努力要继续将福音传互人，因为福音既然是福气的佳音，咱当然是要爱互人，这是咱所相信的。这就是古城的所在，这搭遮有真济。当时是生理人足济的一个所在吼，所以保罗就伫迄个所在有一个摕一个石头听讲就是即个所在伫迄搭遐传福音吼。牧师讲伊伫遐传福音1年6个月这是真特别的。既然是安尼，阮诚做上帝的代言人，我嘛爱伫遐讲几句对无吼？伫遐传福音这是阮。去到伫遐有真水的一个感动，这是个你看拢已经是重新学起来毋过会当看到哥林多教会恁有注意看到无？我画一个圆的，互恁看就知影，有无？遐有共神的有无？迄个导游当地导游就甲阮讲，遐就是当时哥林多教会聚集的所在所以真感谢主。互阮会当去到遐实况看见上帝怎样差派伊的工人对巴勒斯坦、土耳其坐船去到伫菲律宾然后伫欧洲的南边遐来传扬福音这是真特别的。遐有一个石头有刻一个圣经在，就是讲咱即个暂时。苦楚为着要爱成就极大无比的荣耀，这就是哥林多后书4章17节保罗所写的，有刻伫迄搭遐，互人来纪念伊伫遐传福音的一个历史。所以咱就知影，保罗离开哥林多教会了后，落去到伫土耳其就伫以弗所迄搭遐，我拄有讲有3年的时间。伫迄搭遐继续传福音伊就写批互哥林多的教会，特别咱今仔读的第15章，伫论到基督的国活的一个证明，伊要证明基督国活，要互大家知影国活伫基督所应允内面，伫上帝所应允内面是甚物款的国活？为什么保罗会提到这个部分呢？这是真特别，就是要互当时的对国活这件代志有谣疑的有无共款的论说的，伊要遐要互因了解上帝的旨意是甚物，上帝的计划是甚物，这互咱会当来了解。所以咱看见伫15章第60到第80中间，保罗有连续6摆有提起来证明基督是真的国活。所以伊讲当时有千捌看到基督国活的，除了12位使徒以外，佫有500外个人兄弟。伊讲到现在，因还搁咧活着。因为保罗写即个哥林多前书的时阵，大概就是耶稣互人定死了后，佫活了20几年啦。所以即个亲捌看见耶稣佫活的佫有500几个人这是咱会当看见的一个一只会当互咱了解。那为什么保罗会对哥林多教会论到国活这个议题呢？意思就是讲，有无共款的学说伫遮，特别伫犹太人的中间，撒都该人因否认灵魂永远是无灭的，因否认，因嘛否认讲人的身躯会国活，这是撒都该人因无相信灵魂永远袂无去咱相信对无？咱人死，灵魂会等于落底
登去天父上帝遐，吼，这是咱所信的，吼啊，总是杀土该人，因无相信灵魂是永远袂无去的，因嘛无相信身躯是会搁活的身躯。毋过，不但是安尼哦，当时的希腊人，咱知希腊的的确是全世界的启发点真重要的所在啊。当时的希腊人，因有相信灵魂是袂无去，总是因无相信身躯会搁活，因为安怎？因感觉这个身躯啊，甲灵魂是分开的，无可能搁合做伙。吼，这个身躯是败坏的，是无好的。这个身躯是拉三污的，较会当后来佫会当甲灵魂结合做伙。吼，所以因认为身躯是属这个世界的物质受造的物，吼，一切的罪恶的源头，吼，嘛是咱灵魂佫活的时阵，灵魂就受到这个身躯拘束条咧，那像关伫咱的身躯内面。这是希腊人因的想法咯。总是保罗真清楚。所以，咱爱真了解咱所信的，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体，就看见上帝创造人的时阵，是何等珍惜咱灵魂体的同在。好，所以咱的身躯会渐渐败坏，毋过是上帝的创造内面，咱会当知影，上帝是爱咱是圣洁的。阿门。上帝的灵是愿意甲咱的身躯同徛起的啊！所以咱看耶稣道成肉体，就会当互咱知影。所以咱每一个追求圣心啊，叫你充满我是充满咱大脑，充满咱的灵、咱的魂、咱的体，拢总充满，互咱因为灵是圣洁的，咱所讲的嘛是圣洁的。阿门。咱的身躯所做的一切，拢是圣洁的。阿门。或者是对圣经互咱也会当管理咱的灵、咱的灵魂，咱就会当来管理咱的肉体。这是圣经教示咱的。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嘛相信知影，耶稣基督应允咱，伊的死搁活的时阵，伊是安怎？伊的身躯是搁倒伫遐吗？有无？无嘛，对无？人找无到伊啊！到即摆2000多年，嘛无人找到讲啊，耶稣的骨骸 DNA 伫遮哦，无哦。人敢若有找到啥物？伊的布，对无？伊下的布，好厉害吼！佮当验出讲，这就是耶稣所下的布，总是找无到，找无伊的骨骸呢。说实今仔日若已经科学家也是考古学家找到证明耶稣真正死啊，落土已经香烂，这是伊的骨骸。那安尼，咱所信的一切就拢安那乌有去啊。总是咱看耶稣基督的骨活，伊是迄个迄个体嘛骨活哦，总是迄个体的骨活是一个荣耀的骨活，对无？所以荣耀的体。所以，咱就求上帝帮助，会当互咱了解。保罗甲咱讲，将咱即个卑贱的身躯改变形状，当咱搁活的时阵，甲伊家己荣耀的身躯相同。哇！这就是咱今仔所读的这个经文，论到死、论到罪、论到律法的时阵，保罗就是有这个，得互咱知影。哇！基督的搁活。就成做基督徒搁活的一个典范。阿门。所以兄弟姊妹，咱求上帝帮助咱来甲隔壁讲，咱有完全得胜的确据来。阿门。因为咱的肉体虽然渐渐的败坏，总是基督搁来的时阵，咱要成做荣耀的体，迄个搁活是荣耀的，是甲耶稣同款的。阿门。所以无论安怎，咱拢会当相信这件代志。今仔日透过这段经文，牧师第一甲咱做个来思考，罪甲律法是安怎压榨这个死亡的阴影伫咱的生命内面。保罗讲死啊，你的得胜的关系伫哪落？死啊，你的毒钩伫哪落？保罗伫遮得互咱清楚一件代志，伊亲像
将迄个死，因为伊对死的一个挑战，对死的喊话，所以伫犹太人的观念内面，死是有位格、有位格的死啊。这亲像一个人是有位格的位格的一个人，所以伊是对死来挑战对死来喊话。这是咱看保罗伫即搭遮真有信心、勇敢的讲：死啊，你的关系伫倒落？死啊，你的毒钩伫倒落？总是搁过来，伊有讲到两个真人生的难题。伊讲死的毒钩是罪，罪的关系是律法。哇，这真做驱使咱的生命真重要的两个大难题。第一，伊讲死的毒钩。死的毒钩是罪死的毒钩毋是死若无有罪，人对死亡就无惊吓呢。有了解无？咱若毋是有罪致使到，互咱的人生茫茫渺渺；有罪致使到，互咱的目睭拢敢若看现实的生活，袂记得咱有属灵的生活，有永远的盼望啊！所以，若是无罪。咱若是完全无罪，咱对死就无惊吓，因为咱就清楚，咱对倒落来，也要对倒落转去，这是咱会当来了解。那律法呢？律法是上帝所定定，本是好的啊。律法是上帝颁布予咱的，就是为什么律法最后变做驱使咱的？圣经安尼，保罗安尼甲咱讲律法是圣洁的诫命嘛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是安尼，迄个良善的叫我死嘛，绝对毋是叫我死的，乃是罪。有了解所以律法是帮助咱规范伫上帝的安排内面。所以律法就亲像甲咱画一个箍仔，伫即个内面你是丰盛的、丰富的，是有上帝的荣耀甲你同在。当时咱若离开即个箍仔了后，离开爱殿乐园了后，迄个荣耀就无去咯。迄个荣耀就丧失，因为咱的目睭是模糊的，咱有罪，所以就担着罪伫遐，在世界在敲找解决的方式。兄弟姊妹，这互咱知影，律法本是圣洁，是良善，是公义的，总是人有法度靠家己来达成上帝的公义吗？无法度。律法有法度叫你公义无？律法无法度。律法是在限制你讲，这通做，迄毋通做。我昨听咱潘牧师讲，原来伫别个国家，有个国家是无红绿灯的呢。你有法度想象无？咱台湾即摆若拢无红绿灯，会安怎？哇！因为台湾人生活是足安那，足紧张的对无？所以拢连1秒、0点几秒嘛要抢啊！所以闯红灯是足容易的代志。若无红灯，若无红灯就爱安那，爱想办法彼此相让啊，对无？检测若无红绿灯，有可能咱的生活会较袂遐紧张嘛，有可能。总是对咱来讲，这个红绿灯是规范咱，有照这个规范来做。不过，真侪人就是要抢迄个时间点，抢迄个时间点就出现问题侪，对吧？我相信咱开车人过去看到行人的时阵，看到骑脚踏车，应该伊拢爱让咱的，对无？即摆呢，国家规定讲咱爱让伊，是毋是安尼？拄仔开始无啥个习惯呢，毋是对无？咱开车人拢知，拄仔开始无啥个习惯，我时间都足赶啊，我速了就过啊，即摆毋是一定爱让，一定爱让。这是一个礼貌，嘛是一个规范，嘛，互咱会当去尊重对方，因为行路的人完全无有啥物款的保护啊，所以咱就要尊重伊的性命。这是伫咱的这个友谊的社会内面，咱要继续努力学习的。所以，若是安尼，咱就求上帝帮助咱，咱唔好互骗去，唔好互魔鬼撒旦骗去，罪恶袂当做你的主，
因为你无伫律法的下面哦，咱是伫恩典的下面。阿门。咱毋是活伫律法的下面，咱若活伫律法的下面，咱足艰苦，咱拢受着苦束，咱无法度成全迄个律法，因为咱真正是不足的，咱是有罪的人，咱无法度完全的圣洁靠家己。这是咱会当看见，总是咱若是伫基督的恩典内面，咱就会当放心。咱毋是靠家己来成全律法，毋是靠家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乃是靠着耶稣基督。这是互咱知影的。所以耶稣安怎甲咱讲？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我阿门阿门甲你讲，听我的话，佮信找我的来的，就永远的活命，无至到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阿门。是，所以咱就靠耶稣基督，咱是活伫恩典的下面，咱毋是活伫律法的下面吼。所以咱爱防什么？爱防诈骗集团啊，对无？你甲隔壁讲，诈骗集团爱小心。嘿，诈骗集团爱小心哦。哦，即摆咱的社会足侪诈骗集团的，对无？吼，嘿，昨有一个称做保安总队大队的一个总队队长大队长，敲电话讲要来找咱的牧师，就讲足济吼。想想讲，这敢是诈骗集团的嘿，后来去问警察了，讲警察甲咱教一步，讲不要紧，伊若真正来，你就甲德和分局讲啊，叫警察来啊，对无？对峙咧就知影嘛，我想安尼安尼嘛是一个办法啦，毋过可能警察嘛会做无用，敢毋是？毋过警察嘛理所当然爱服务咱啦，兄弟姊妹，总是伫灵的内面，咱常常受欺骗，对无？咱常常有真济的声音在挑战咱，伫我内面有迄个好，总是我所行出来，毋是照我的心意。这保罗所讲的，伫咱的生活内面，咱常常互魔鬼撒旦较赢去牧师有甲咱见证过，为着前礼拜咱要街头报道，连牧师阮拢受到攻击啊！总是阮真清楚分别，这是撒旦的作为。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暂住这个无好的意念进入伫我的内面，互我靠着耶稣基督的保护，会当洗清去。阿门。这是你我拢会当来努力的所以咱是伫恩典的下面，无伫律法的下面。阿门。咱做法来讲，咱伫恩典的下面，无伫律法的下面。阿门。这是咱一个宣告感谢主这一两礼拜牧师有特别去探访住病院了后，住病院也是讲病院了后，等于厝在收养咱的长辈。我足感动，因拢跟我的妈妈相共，因拢虽然到一个年岁，毋过因拢继续读因的圣经。嘛照着咱教会导读安尼，因嘛是在抄圣经这经文呢。足感动的感谢主因拢甲我讲，因为我甲两位咱的同工前的同工，因拢甲我讲，因拢准备好啊。我讲准备好啊，我讲对啊。我妈妈70岁时阵，就甲我讲，伊准备好啊。准备好要创啥？毋是要佚佗啦，是要等去做家啦。哇！因讲因拢准备好啊，因活到安尼，因感觉感谢上帝。会当为着主做见证，会当持守这个信仰，因感觉安尼就好。因嘛期待因的后拢会当继续安尼所以感谢主，因照着咱的教会的进度，拢在抄圣经来，甲阮子母画面用一个来，咱看这就是苏联经济子母画面反黑的就爱有美。OK， 无我炸一个好看。子母画面呢？这是苏黎经济苏黎经济书
阮几咱下遮主亲下遮兄弟姊妹有去到伫伊个兜来探望伊吼伊虽然身躯有癌，总是伊宣告讲伊拢备办好上帝互伊伫过去的日子，伊嘛真爱画图对无吼所以咱看顶面迄张图就是伊的图咧吼，就是伊画哦吼，迄是杜鹃对无吼？嘿，哇！伊画真侪图，哇！感谢主，我讲上帝互你的，你着好好来领受。我相信透过安尼，伊讲伊足爱吟诗，我讲真好你着甲录音起来，吼你爱的经节，你着甲写起来，爱啥物歌，你拢甲写起来，哇！这是上帝互你的产业，嘛会当祝福你的家庭吼。第二个这是应长老吼，应长老伊嘛讲，伊嘛有照即个圣经伫抄哦。你知影？伊抄即个圣经恁看无啥清楚对无？我用一张更较大张互恁看。伊抄的圣经是抄英语的圣经哇！即个引言我是写中文的呢，对无？伊嘛想办法甲伊写做英语的安尼吼。哇！感谢主，因为讲伊的习惯就是读圣经，就是中文读了，读英语读了。是讲既然要抄吼，伊讲我甲copy，我讲无咯，这稳定所以伊就全部拢抄英语的圣经。伊抄英语的圣经就表示啥？伊拢爱搁现对无？咱抄圣经，只要牧师互咱的经文，拢会当直接抄对无？伊为着抄英语，伊拢爱现，逐个拢爱现。哇！毋过我足感动的所以我甲讲，你互我翕一下相咧哇！鼓励咱兄弟姊妹，你看，这就是咱信仰的好前辈，留互咱真好的典范。列经即书嘛是伊嘛是拢有照抄，嘛照家己读圣经的进度，逐个拢安尼在进行。真感动，我真感动。这是咱教会，原来咱教会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是有真济咱的信仰的前辈，有好的典范伫咱的中间。所以咱有模样通学习呢，对无？咱将来嘛爱做的好模样，对无？阿门。你甲隔壁讲，你就是好模样来。是，你就是好模样感谢主，互咱会当去深深体会。圣经保罗讲，感谢上帝，互咱借着咱的主耶稣基督来得胜这是中文的。后来我去看，别个版本，佫毋是头前佫有加一个呢。在希腊文内面有加一个底，这个底的意思就是但是，这是强调一个真强调头前甲后壁的一个对比伊讲死你的关系伫倒落？死你的祷告伫倒落？总是伊讲，但是感谢主，互咱靠着耶稣基督，通得到胜利。阿门。本来是死，是失败，是无五望，是绝望的。但是感谢主，咱是靠着基督耶稣，通得到得胜。阿门。哇，这是一个真大、真有信心的一个宣告所以白话语的圣经和台语的圣经都有把迄个但是有翻译出来。伊讲总是感谢上帝，伊互咱对咱的主耶稣基督得到较赢。阿门。袂歹所以咱读圣经嘛，当亲像应长老安尼中文的白话语的佮英语的嘛会使安尼会当对照来，咱会当讲更较清楚，更较了解上帝的话语就是安尼。所以咱看保罗安尼讲，但是感谢主，这是对死甲罪的一个宣告因为得胜是上帝赏赐予咱，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予咱会当得胜，所以咱是靠着耶稣基督得胜。兄弟姊妹，咱着爱心了解。所以保罗用旧约引用旧约的圣经讲，死互得胜来吞灭去啦。意思就是讲，死亡互基督救赎的得胜，甲伊吞灭过去死亡伫倒落已经无去了，因为基督已经过活，伊的得胜赢过死亡的关系，这就是咱所深信的。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了解。当咱愈清楚基督的救恩，
愈了解十字架顶为着咱备办迄个荣耀的德性的时阵，咱基督徒较会当来领受即个荣耀的一个荣耀。所以兄弟姊妹，无论你年纪到什么时阵，总是你爱知影伫神内面，咱会当备办好，就是因为知影咱的确得胜的。无论什么款的境遇来，咱拢会当宣告：我是得胜的。阿门！我是得胜的，才会袂当阻挡上帝对我的疼，基督内面互我的救恩，才会袂当阻挡我，互我的喜乐无去，平安无去。兄弟姊妹，这人是咱伫基督徒内面生活中间每一日拢应该爱深信的。所以伊讲，保罗讲，所以我亲爱的兄弟，恁着爱坚固无摇动，常常尽力做主的工，因为知影恁的劳苦伫主内面是无空空的。兄弟姊妹，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去深深体会基督的救恩伫咱的内面是何等的荣耀。阿门。所以愿上帝互咱有一款的深信，得胜的人会当享受得胜的福赐。阿门。咱做伙来讲，得胜的人会当享受得胜的福赐来。得胜的福赐，感谢主！咱前礼拜街头报道38度，咱出去拄啊，潘牧师甲咱讲拢总即个38度的下面咱大细汉拢总有出去吼，这是真水的一件代志吼。你甲凡喜就知影吼，对，是这是真特别。互咱教会会当看见，伫即个上帝会听的问题内面，咱怎样来成就这个工？牧师，阮拢有缘甲咱相共，拢出去看到人，阮就甲咪拍直接就甲伊传福音啦，毋免拍招呼啦，对无？吼请问你安尼就开始啊，这是足简单。牧师要甲迄个福音卡嘛要翻译做台语的，要印出来。互咱大家拢会当，你要摕几张拢会使，随时放伫咱的身躯，我相信会当来得到上帝的欢喜。这就是咱迄天结束的时阵，咱做伙伫遮翕相大家充满喜乐，因为这是为着主做的，主的确是欢喜的好，安尼，所以咱有拍破。这个传福音的一个限制无，是毋是？前礼拜咱已经拍破传福音的限制哦。咱几当前，咱拢继续用这个友谊布道，咱邀请人来手作来桌游，对无？邀请人做伙去佚佗，有无？咱拢想尽办法，会当互人会当来参与，会当去体会咱的这个听的团契。即满搁较直接，咱直接甲伊讲耶稣。甲伊讲救恩，甲伊讲你的生命若伫即个地球是最后一时刻，你相信你会当入去天堂无？一个对生命的挑战，我相信，毋是咱在做尔定，是圣神帮助咱成就这个工。所以愿上帝帮助咱透过安尼会当去深深了解，咱拢是靠着主德性的一个基督徒。阿门。德性是上帝互我的礼物，咱做伙来宣告来。德性是上帝互我的礼物，是，所以我要德性，搁德性来，我要德性，搁德性。阿门。愿上帝帮助咱你有新的领受无？你是一个德性的人你是一个德性的人，毋是靠家己，是靠耶稣基督宣告，伊的德性就是咱的德性。阿门。咱做伙过来读今仔个经文来，总是感谢上帝。伊互咱对咱的主耶稣基督得到较赢。哥林多前书15章57节，搁一摆来，总是感谢上帝，伊互咱对咱的主耶稣基督得到较赢。哥林多前书15章57节，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今仔日有所领受。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无要唱回应诗，牧师带咱来做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伫你面前，深知阮是归属你的，而且你已经搁我的事实就帮助阮，阮成做一个德性的基督徒。
也你的国活是荣耀的体的国活，互阮深信，虽然阮的肉体会败坏，总是当你过来的时阵，阮犹原这个体是你看做宝贝，犹原有荣耀的体，甲你同款。所以多谢你，互阮明白，阮之所以会当得胜，是因为耶稣基督，你已经内住伫阮的内面。多谢你，互阮教会会当透过安尼勇敢来传福音，将上好的福音来分享伫阮四周围的人的中间。愿你继续引带祝福阮的教会，祝福阮众兄弟姊妹。感谢基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疼，也是信心的行动。请咱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咱也特别为着圣餐的奉献，伫咱的手包内面有夹袋啊，所以咱会当放伫奉献袋内面。开始奉献。是阮做事，点汨了守我命全完，信心感化，加天开朗，我打主阮心心所愿，但是落雨，伊心意。一切错误拢小你，阮上感恩，你上哪里？阮要做是幸福你。听这，请起立。请坐，时间分享，请牧师。呀，咱的第二场有洗礼，所以请咱的牧师甲咱的长老来到教育馆遐咱的遮的洗礼，遮兄弟姊妹有即个会前的咱的牧师甲长老的会议吼。好，那即马咱来关心咱教会的事工。好，咱来看顶礼拜街头报道的一个影片。好，请咱来欣赏来声音。大家拢非常的热情。为着要甲人传福音，甲买几啊蕊的花哦吼。要过斑马路，虽然第一届拒绝唔敢，咱嘛甲约去啊。
传福音很简单吗？很简单，因为我们只要传就好了。这个街头步道没什么难，如果怕太阳的话，就穿防晒衣；膝盖不舒服就带护心。我们的目标只要讲一个就好了，我们每一个人讲一个，一定达到的目标。果然我们可以达到目标。那一组的话，总共接触了24个人，然后我们成功了，加起来7位。哇！阿门。感谢主哈，互咱会当真大的一个突破。每一个人所传的，咱拢总有800几个接触的，你知影无？这个拢总是咱永光教会每一个人所得的福分。所以上帝伊讲，恁就去传福音，因为咱的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所做，咱伫背后的祈祷。所以这个产业收割、收成，拢是咱每一个。阿门吗？阿门。咱来继续来为着这个世代，为着主基督，咱来继续去热切来传福音，这是主所喜爱。好，来咱搁来继续来看来。今仔日有圣礼典，稍等一下会有这个洗礼。好，过来。今仔日也要召开小会，佮另外就是伫8月底时，8月19，咱的舞团佮。咱的主领，咱的阿伦阿娜，因受邀请，咱伫迄个美和堂因的青年的特会所以咱的舞团伫遐有舞蹈的服饰因伫遐负责来主领。好，所以因训练大家来照这个时间继续。好咱要特别来介绍。咱伫这一年8月开始，上帝甲咱的教会备办一位，就是宣教士。这个宣教士伊对澳洲来，本身是新加坡人因为因全家自细汉就拢移民到伫澳洲所以伊伫澳洲读神学院了后，然后因的教会甲伊按立做牧师，然后伊就甲牧师讲，伊有迄个心意，上帝呼召伊要成做宣教师，所以伊牧师就真正认同，所以伊伫旧年一年的中间，伊做宣教师去到伫倒位？柬埔寨，然后伊的心就甲上帝祈祷，上帝你要安怎来安排我将来计划我将来我所要行服侍道路？上帝就感动伊的心。第2年，伊爱来台湾的倒位？永光教会。所以照着圣神的带领，伊来到伫咱的永光教会。佫较奇妙的事就是咱伫8年前，咱的教会有请加拿大来的牧师。先知的牧师伫遮有对咱有言，然后请牧师我甲周牧师，阮翁仔某伫咧头前，有一位女的牧师为着咱的永光教会有言。这个牧师的有言，甲咱所讲的，即马差不多拢有7成拢安尼来应验。其中伊有讲一个，伊讲恁的教会会有迄个学校，这个学校就是咱的培育学校，对无？嘛是对迄个牧师伊的有言来。迄个牧师佫讲，伫恁的教会遮的一切，恁的发展，然后会有对澳洲来的人来到伫恁的教会学习。我迄阵想讲，敢有可能？果然，上帝真正照着安尼来行。所以今仔日有一位对澳洲来宣教师，伊要来伫遮来学习，嘛伫遮来甲咱做伙服侍。伊是叫伊的名是秋乐甲牧师共姓潘秋乐吼，所以特别欢迎 Ruth， 请站起来呀！我头，咱用热烈的捧个声来欢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请坐。秋乐伊今年25岁吼，所以会听咱的中文。会晓小可讲吼，伊嘛来伫遮学习中文。伊最主要语言是英语，所以咱也会晓讲英语的，拢会当含伊讲吼。伊即马是住伫伊即马就是住伫咱的8楼少华的厝伫住伫遐。少华嘛是宣教师，伊愿意将伊的厝来互咱即个宣教师来占大，是所以这实在是充满着迄个疼，伫咱的同工的中间。阿门嘛，
所以咱的秋乐宣教士伫咱的中间，咱嘛会当有时间甲伊熟悉，然后甲伊讲起咱的文化，互伊更较了解咱的台湾。伊今年是第2届来到台湾，所以真感觉嘛真好奇，对咱台湾的文化，甲因伫澳洲是完全无共款，总是伊愿意学习，就是将伊的性命奉献予主。所以这一年伫咱台湾，每年伫倒位毋知影，上帝继续甲伊带领。这是就是咱的宣教士伊的宣教的路程感谢主上帝祝福伫你看看伊所经过是咱将来嘛安排伊来做见证来分享伊为什么来献身成做一个宣教士好，过来咱伫后礼拜咱的培育学校的遮的服侍的同工，包括有言的同工，咱伫后礼拜结束了后。有一个说明会，所以请同工来集合。佮另外就是青少年牧区的遮个青少年的时间，大家个人来注意。好，过来。咱伫咱的圣诞节咱要有一个圣诞手作。咱甲看，咱即届要做的圣诞手作，就是即个叫做鹿角蕨，你有见过举手来？有见过举手？好咱这一届咱的圣诞的手作叫做直觉幸福，因为咱要栽种这个鹿角蕨这个报名已经开始，到8月30来结束，8月31啦为什么8月？因为咱这是12月才要做，咱即马8月就爱开始报名。为什么爱遐尼紧报名？因为这个鹿角蕨咱要求咱即个厂商，伊互咱迄个茶帮，然后点管爱种这有无？但是咱甲要求讲，你得爱发印出来，若无咱若甲伊买迄无印时间拖足久，所以伊即马爱咱知影咱到底有偌济人紧报名，然后伊即马爱开始栽到时阵12月，咱摕到时伊就当发芽，发淡薄出来。咱转来，咱摕到了后，咱开始慢慢甲伊压水，伊就慢慢的产生安尼遐大丛。即个，互伊到发爱偌久的时间，2到3个月。所以咱即马若算12月开始爱做，即马8月爱登记无？爱。然后咱的厂商伊就开始一丛安尼种，因为咱的量真大，咱有算大概爱500丛。所以伊即马爱种500丛，所以咱伫即个月报名了后，咱甲伊讲数量，伊就爱开始栽种，互伊会当有3个月时间播印出来所以这非常的水，嘛足项的特别咱有咱的工师，咱家己的兄弟有咱家己的工师，因为伊家己伫厝栽种，甲拢足水，看起来足疗愈，所以即届要将即个来分享，互咱永光教的兄弟姊妹。嘛，一定爱邀请咱的 best 来参加，因为这是一个传福音，互因踏入教会足好的机会。另外，11月17，咱的铁三角同工爱先来体验营，因为咱的铁三角同工先做，你会晓做，安怎用，安怎去看迄个丝线，咱拢爱会晓用。到12月，遮的 best 拢入来的时阵。咱铁三角的同工，你就毋免做，你爱甲因教，爱做助教，所以铁三角的同工爱先学习无？爱先学习起来，才知影到时阵要安怎来协助讲师，来帮助咱的 best 好，所以什么时阵爱报名结束？8月31进前而且有一个早鸟价是300块，若是这个时间了后。就爱交原价500块所以咱伫进前300块，另外200块是教会来补助，所以这是一个真好的报道的活动咱会当紧来邀请好，佮继续继续为着咱的兄弟姊妹，就是叶英长老以及雷庆姐以及这个叶志贤兄弟，上帝甲因同在，互因伫病痛的中间，因的心有主耶稣基督。互因得到快乐，嘛得到医治，阿免吗？阿免。好，咱这个时咱
也常常入界咱的官网咱永光教官网嘛介绍朋友，互因会当透过即个网络来接触到咱永光教会互因会当透过咱的网络来听见福音。阿们，这是咱即个世代会当做一个真好的利器吼。好，感谢主，这个时请咱起立，咱就用这首诗歌，咱彼此互相来祝福。请咱议员徛在咱来领受祝福。但愿全能的耶和华上帝，正做阮一生的快乐的来源。耶稣基督正做阮的救主，伫稳定的道路，耶稣正做阮的帮站。也愿圣神甲每一位兄弟姊妹，甲你的家同在，因带你伫每一天，伫每一日。伫每一个暗暝，拢正做你的快乐，甲你的帮站，因带你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大家平安，上帝祝福咱，大家请坐。